咩人需要做子宮頸檢驗㗎？子宮頸檢驗係為一般婦女而設嘅。子宮頸內出現病變嘅時候，可能唔會有任何病徵或者痛楚，所以應該喺呢一啲病變發展成為癌症之前加以處理。曾經有性經驗而年齡介乎25至64歲之間嘅婦女，無論係單身定係已婚，都應該定期接受子宮頸檢驗。如果你已經超過64歲而從未接受過子宮頸檢驗，或者唔肯定嘅話，你應該同你嘅醫生商討接受檢驗。即使你已經停經，或者多年冇性行為，或者已經做咗結紮手術，你仍然應該接受子宮頸檢驗。已經接受咗全子宮切除手術，即係切除整個子宮嘅外科手術，或者從來未有過性經驗嘅婦女，就唔需要接受子宮頸普查。如果唔肯定嘅話，可以請教你嘅醫生。任何已有性經驗嘅婦女都應該作定期子宮頸檢驗。